各位海內外嘅香港朋友，你哋好，我係鍾劍華喺呢度咧。首先再一次感謝大家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我哋搞嘅海內外香港人民意研究計劃第一期嘅調查咧，得到好多朋友嘅支持。我哋原本預計最低起步點有1000人參與咧，我哋就開始噶啦。咁但係到頭來咧，喺我哋進行第一次調查之前啦，已經有3000幾名海內外嘅香港朋友咧係登記咗，好感激大家對我哋嘅信任同埋支持，亦都再一次説明啦，大家都有一種期望咧，係將自己嘅民意咧係向社會表達，我哋會盡力而為。雖然咧，我哋喺過去嗰個零月啦，經歷過一啲困難，令我哋一度擔心咧，我哋嘅計劃無以為繼。咁但係好慶幸咧，問題已經解決咗，我哋仍然會按原定計劃啦，喺未來呢一段時間，大概1年多啲嘅時間啦，係會進行前後10次嘅調查㗎。咁第一次嘅調查咧，就喺有3000幾人登記咗之後啦，我哋就展開咗㗎啦。咁就總共發出咗3000幾個相關嘅電郵。咁收到電郵朋友咧，其實理論上就可以上去我哋嘅雲端嘅平台咧，係填寫問卷嘅。咁最後咧就有2000零人咧係上咗平台裏邊咧係填問卷。我感謝呢2000幾朋友嘅支持同鼓勵。咁我亦都收到一啲信息咧，就係有部分朋友登記咗之後啦，係收唔到我哋嘅電郵。咁我哋 check 過我哋系統啦，照計我哋就將所有喺即係我截期之前嘅電郵咧，我哋都發出咗邀請嘅連結俾佢嘅。咁所以我哋再講一次啦，有可能係你哋嘅電郵系統嗰度咧係 set 咗，將一啲大量發放而收到嘅電郵咧擺咗喺 junk mail 或者 spam 嗰度。咁我哋亦都事實上有啲朋友啦，喺得知我哋呢個咁講法之後啦，再去查閲過，咁啊發覺你揾得翻嗰個電郵，然之後咧將佢擺翻去 inbox 啦，咁就可以如常咁樣參與我哋嘅調查噶啦。咁如果揾唔到嘅話咧，咁一個可能性就係相關電郵嘅地址喺登記度填錯咗啦。咁啊希望大家咧再填報過，咁我哋喺第二次嘅調查咧就可以邀請大家參與啦。我哋已經比較審慎，我哋發出個3000幾個電郵咧，係分開咗7日嚟到發布嘅。咁即係話咧，每日我哋只係發出500個電郵。咁照計咧，就應該大部分嘅系統咧都可以接受到㗎。咁我哋係繼續歡迎大家咧登記加入我哋嘅平台嘅。所有你哋嘅個人資料咧係唔會泄露嘅。我哋喺填報問卷嗰一刻係會將你個人嘅資料同你嘅填答嘅問題咧分開嘅。一旦你離開咗個網上雲端嘅平台嘅話咧，你嘅所謂 IP 嘅地址咧都會即時清除。咁所以希望大家繼續信任我哋啦。講個進度啦，我哋第一次嘅調查咧其實已經完成咗㗎啦。數據亦都整理緊，已經對後做一個較後期階段㗎啦。然之後喺一個適當時候咧，就向大家公布相關嘅調查結果。希望咧呢啲調查結果咧真係可以向社會呈現，俾人睇到香港人無論喺海外定係喺海內，都繼續關心香港事務，繼續以香港人自居，繼續為香港嘅事務發聲，繼續希望自己意見得到表達嘅。咁好快咧，我哋就會進行第二次嘅調查。咁第二次調查咧，就題目會比第一次多少少，但係仍然都好簡單嘅啫。大家只要上到我哋嗰個雲端平台啦，大概最多花5分鐘咧就可以填完噶啦。咁我哋第二次嘅民調咧，就會喺短時間之內，我相信喺下個禮拜之內咧，就會擺上我哋嘅平台裏邊。跟住咧，各位參加咗嘅朋友咧，就會陸續收到我哋邀請電郵噶啦。希望大家繼續踴躍支持。咁大家唔使心急，我哋仍然都會好似上次一樣，係會分開幾日向登記咗嘅朋友咧發放呢個電郵嘅。如果有心參與尚未登記嘅話咧，亦都希望你哋盡快趁呢幾日咧係盡快登記。大家喺收到我哋嘅邀請電郵之後咧，你哋可以先上到去我哋嘅雲端平台填答嗰項問卷，然之後離開，咁就都得噶啦。離開之後咧，你哋可以翻到去自己嘅郵箱裏邊啦，順手就將你哋嘅收到我哋嘅電郵咧都 delete 埋，咁就更加萬無一失啦。咁我再一次喺呢度啦，多謝大家對我哋嘅支持同埋信任。